聽講咧，佛山有一個酒店，酒店入邊有間 KTV，可能係因為客戶嘅檢舉揭發，就導致警察上門收網，拉咗好多好多嘅陪酒女啦、賣淫女啦，同埋嗰啲嫖娼嘅麻甩佬。咁前幾日咧，我先聽到個新聞，話有個老公舉報咗佢老婆去 KTV 叫藍模，就一舉搗毀咗呢個藍模嘅 KTV。我聽到呢個新聞之後咧，就作為各位麻甩佬嘅資深姐姐，以及一個經常走基層去了解生活嘅律師姐姐咧，我發自內心咁感受到好沉重啊！真係聽者傷心，聞者流淚。咁我好想唱翻一句：最心痛是知道得太遲。對於呢種唔檢點啦、有傷風化啦、毒害人民嘅陪酒 KTV 啊、藍模 KTV 呢，我只係想講道德喺邊度，底線喺邊度，分店喺邊度。我嘅意思呢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想去探明一下地址之後呢，再進行檢舉揭發啫。然之後呢，我睇咗一下呢個新聞嘅一個高讚嘅點評：佛山挺住，佛山加油！今夜我們都是佛山人。我未認真睇嘅時候呢，我爭啲以為佛山地震咗。第二個高讚點評呢，就係智者不入愛河，成人揼骨按摩。我真係笑出咗豬叫聲。咁 KTV 呢班人呢，拉咗之後會點樣定罪量刑呢？俾人斷正嫖娼同埋賣淫呢啲人呢，一般都係要治安拘留嘅，而且呢一個拘留嘅記錄呢，呢一世都抹唔甩嘅。而 KTV 嘅經營者呢，就只要組織或者係管理夠3個人以上，不分男女進行賣淫呢，就構成組織賣淫罪。一般類型呢，就5年起步。如果累計達到10人，或者其中有未成年啦、孕婦啦、智障人員啦，或者係患有嚴重性病嘅人，累計達到5人以上呢，法定刑就係10年以上噶啦，最高係可以去到無期嘅。咁呢個司法解釋咧，聽上去咧就已經信息量非常之巨大啦。我曾經做過一個比較成功嘅組織賣淫案件，我當事人咧金雞姐咧就同時組織2個女嘅雙飛一齊賣。咁後來其中一個咧就辭職啦，咁佢又揾咗另外一個女繼續雙飛賣。人數上面咧就其實已經達到咗3人嘅啦，所以當時公安機關咧係以組織賣淫罪去拘留佢嘅。後面我喺檢察階段咧向檢察院提交咗一個法律意見書，我認為構成呢個罪咧有3個條件。第一個咧就係組織者對賣淫者咧要採用招募、僱傭等手段。第二個咧就係組織者要具有管理同埋控制呢啲賣淫者出賣嘅呢個行為嘅。第三咧就係人數達到3人以上。所以咧構成呢個罪嘅重要條件就體現喺呢個組織性裏面。呢3個人咧一定要有一定嘅穩定性啦，亦即係話佢哋要一定嘅管理同埋控制手段之下，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嘅團體，咁先可以令到賣淫者咧處於一個有罪嘅狀態之下去賣淫啊。根據司法解釋嘅意思咧，賣淫者需要喺某一個時間段存在交叉重疊，先至可以體現到呢個罪名嘅呢個組織性。所以如果今日嚟嘅人，聽日又辭職，數量上面咧係冇辦法達到同時整合3人呢種穩定嘅狀態，咁就唔符合組織賣淫罪嘅構成要件噶啦。後來檢察院咧就完全採信咗我呢邊嘅辯護意見，最後係以介紹賣淫罪提起公訴嘅。咁組織賣淫罪咧就法定刑5年以上啦，介紹賣淫罪咧就5年以下。所以我嘅呢個辯護咧係大大咁幫助咗我嘅當事人金雞姐，佢迷途知返，早日回歸社會，重新做人。最後咧，我哋就認真啲啦，要走下心，上下價值啦。作為一個法律博主、自媒體咧，喺呢種大是大非嘅面前咧，我哋要激發正能量，正確咁引導社會輿情，發人心醒。唔可以令到賣淫嫖娼成為全社會嘅笑料。我哋要呼籲嗰啲小時候嘅王子，長大之後叫黃種嘅嗰啲人啦，關愛住家菜。野花咧就永遠不及家花香嘅，醒悟啦各位。我係江律師，關注我，帶你感受法律嚴謹又快樂嘅一面。